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賽馬頻道。我哋嘅貼士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為主。嚟緊7月1日，沙田嘅黃昏馬共有10場嘅草地賽事，當日嘅開跑時間係下午嘅4點鐘。跑馬仔貼士界面嘅用法簡介，跑馬仔貼士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作參考，而每一場都有一隻值得留意嘅馬匹作參考用。左手邊嘅圖表顯示係馬膽，跟住就係配腳嘅兩匹，分別係首選同次選嘅配腳。每場都有一隻值得留意嘅馬匹，俾馬迷作參考之用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次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。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800米，馬膽係巴道策騎嘅3號皮具大師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11號金德爾，第二匹配腳係蔡明少策騎呢隻10號嘅洪寶寶。呢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田泰安策騎嘅7號香港精神。第二場4班1000米，馬膽係巴道策騎嘅10號凝聚美麗，拖嘅第一匹配腳黃之雲策騎呢隻1號英雄豪邁，第二匹配腳艾杜拿策騎呢隻12號金匯千歲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，潘頓策騎呢隻8號嘅冠金旗。第三場4班1004米，馬膽係田泰安策騎5號浩霸王，拖嘅第一匹配腳潘頓策騎呢隻1號仗義，第二匹配腳艾少禮策騎4號勁進區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董明朗策騎呢隻12號翠湖烈風。第四場4班1002米，馬膽係奧爾文策騎呢隻1號手到齊來，拖嘅第一匹配腳潘頓策騎2號杜月橋，第二匹配腳黃之雲策騎4號陸小鳳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班德禮策騎呢隻9號荷花之星。第5場2班1004米，馬膽係巴道策騎呢隻11號神池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4號光年魅力，第二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隻5號太陽勇士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黃之雲策騎呢隻1號神虎龍駒。第6場4班1004米，馬膽係董明朗策騎呢隻14號時間寶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9號嘉應光彩，第二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隻2號一定掂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巴道策騎呢隻11號肥仔精神。第7場3班1000米，馬膽係巴道策騎呢隻12號展雄威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3號超力量，第二匹配腳艾杜拿策騎呢隻6號英勇快車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少禮策騎呢隻8號新力好，
第8場4班16米馬膽係梁家俊策騎呢隻14號彭越，拖第一匹配腳。艾杜拿策騎呢隻8號嘅神驅馬靈，第二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隻1號紅衣醒目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班德禮策騎呢隻11號開心宇宙。第9場3班12米馬膽係董明朗策騎呢隻10號超霸勝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艾杜拿策騎呢隻3號魅力寶區。第二匹配腳係黃志宏策騎呢隻12號關鍵所在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少禮策騎呢隻1號耀寶。第10場3班16米馬膽係奧爾文策騎呢隻1號金勝名區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黃志宏策騎呢隻4號超易穩。第二匹配腳係艾杜拿策騎呢隻5號鐵金剛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田泰安策騎呢隻10號本領輝煌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